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圣诞节。今天的主题是充满恩典与真理。我们预备来聆听，点燃所有的待降节蜡烛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约翰福音1章6至14节。有一个人名叫约翰，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。他来为那真光作证，为要使大家听见他的信息而信。他本身不是那光，而是要为光作证。那光是真光，来到世上，照亮全人类。道在世上，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却不接受他。然而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的人，他就是给他们特权，做上帝的儿女。这样的人，不是由血统关系，不是由人的性欲，也不是由男人的意愿生的，而是由上帝生的。道成肉身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着恩典和真理。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，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。如果耶稣今天来到世上，你会接受他吗？请诚实作答。他自己的人，犹太人，那些本应更明白的人，却不接受或接待他。他们熟悉关于弥赛亚的圣经经文，应该预料到会发生什么，并且应该热情地欢迎他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并非他们所期待和盼望的样子。他们从未见过他的荣光，也从未体验过他的恩典和真理。
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：如果今天耶稣像2000年前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是否会接受他？福音书清楚地表明，耶稣与我们大多数人所期望的，甚至我们想要的，都截然不同。我们会接受他吗？还是会把他塑造成一个我们可以掌控的形象？恨我们所恨，爱我们所爱的一个人。这是一个挑战我们的课题。接受、接待耶稣，意味着接受并爱他所爱的。因为耶稣赐给我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看见他的荣光，那充满恩典和真理的荣光，然后活在恩典和真理中，就会对我们至关重要，并且是我们竭力追求的。今年圣诞节，你如何迎接耶稣进入你的家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耶稣，感谢你道成为人，来到世上，住在我们当中。愿我寻求你的恩典和真理，从今天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活在恩典和真理中。